如果你屋企嘅空氣感覺悶熱而且充滿灰塵，你可以喺唔到2分鐘嘅時間之內，自己製作一台強力嘅空氣淨化器㗎。你所需要嘅全部物品就係一台式嘅風扇啦，一個 HEPA 嘅過濾網同埋膠帶嘅。呢套裝置將污濁空氣吸入過濾器，別自留微小嘅顆粒。所以啲人呢，喺熱貨季啊、過敏嘅季節啊，甚至為咗改善睡眠，都會使用呢啲嘢嘅。所以你唔好花好貴嘅價錢買嗰啲淨化器啦，今日就自己喐手製作呢個，等全家人嘅呼吸更加順暢。